观众朋友，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谷刘浩明。我记得差不多5月19号的时间，我们第一摆全国入去第3级防疫的时间，他讲一路紧紧张张，因为我们从来冇看过某一路3级防疫。其实他讲一路学个地路下，那一路去唔得。可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其实都想到讲，佢各种嘅事情，他讲一路出唔去，佢学生咧马上睇我哋嘅先行速考以后，佢暑假时间安样喏？好彩一定想到一啲好多高雄好家宅防疫电视台，哎呀，电视台底边喏，都期望讲我哋嘅生意咧喺暑假时可以冇无聊。但是一部分喏，尤其是用我哋客家嘅节目喺底边，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，係我高雄市客家啲主委楊主委嚟到嚟現場，而家同我哋講，而家嘅電視台當初係用去做嘅，同時係客家嘅節目係用嚟製作嘅，我哋馬上歡迎我哋楊主委嚟到現場，主委你好。主持人、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係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楊水霞，佢歡喜看到大家哦。其實觀眾朋友嗰陣有從看我哋福起來嘅話，都發現到講，哎呦，有啲主委冠面熟啊！其實係我哋老朋友啦，以前係我哋咧楊水霞教總，但是更加而係我哋咧高雄市楊主委哦。主委唔好，其實也變主委以後工作好無限嘅。係啊，我個人面相個多啦。以前個學教都好嘅，而家個全部係客家種。係啊，客家人嗰啲錢啊，嗰多年本來提好溝通認識嘅相親，有乜嘅問題啊，都相當嘅，而媽搞唔清楚啊個權責係你來嘅曲也係處事嘅吼，伊都即隻問題安尼。冇嘛，你都其實。如果他嘅人唔啦，反正都你客家太太細細事情阿做委來同講啊，那地講都是想講，我都搞本，即係我同佢講嘅嘢係乜嘢，乜個事情，他嘅人都當然唔啦。係啊，所以我攏會同人講，唔怕表示人個信用嘅呢，個信用嘅。係啊，冇唔錯，係啊，他嘅人以前係教總嘛，而家係主委，反正你說以前乜個事情都嫌教總，而家乜個事情都嫌主委。係啊，從太準冇水嘛，前捱啊，個捱去都人聽數，係都太路個大嘛前捱啊，人哋官鬼法咯。因為按你都表示講，其實客家鄉親對主委也未嘅吼，我感覺到講哦，佢真係都係大家長啊。係，人見到客家種太太細事，喺度人前到人都前捱。冇唔錯，所以我頭先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都要講到講，其實白天我哋差唔多疫情開始嘛，疫情開始，你看5月19號嘅時間，天一都宣布講啊，明天就不用上學了。啊，因為嗰度同學全部喺線上嘛，啊個今日啱下晝哦，兵馬孔眾，他哋都開始準備，因為天一馬上都學校關放來嘛。其實另外一回事哦。馬上都要上線，馬上都要上線線上教學嘛。OK， 有天鵝語、晴天鵝啦，冇天鵝語、晴天冇天鵝，然後上去個登錄不進去，啊，我給爸爸媽媽煩了羅些。但是後來慢慢的開始上軌道以後，馬上都讀到暑假了。係啊，你想我講啊，佢防疫期間，以前睇到佢讀書嘅聲音呢，啊暑假，一樣嘅喏。啊，其實高雄市政府用嚟想一件事情啊。高雄市政府其實市長真是夠聰明，啊，伊都同大家講，啊，個新人呢啊，冇上課睇錄卡，太人哦，嘛會夠煩惱吼，夠無聊，新人嘛夠無聊，啊，平常線上上課上回來，佢下防疫期間又做唔得出去，啊，健身房啊、運動場啊、遊戲場全部都關起來嘅，所以佢下市長都同大家。都同副市長同各局處都講過，我哋來每一個人講會停課不停學，我哋嘛要上暑假嘅下嘛可以來做一件事情，就講家人要來做一個體育卡嘛可以看喺電視台，啊電視台呢唔係講上課，因為平常嘅上課夠無聊嘅，以後來夾個神奇嘅，啊唔單止本細人嚟看，好嘛可以本大人、老人家看。所以都請嚟嗰度局處嚟共下嚟做一件事。啊，佢下呢，都6月18號呢，同我哋講啊，距離暑假都剩差唔多1、2禮拜，唔到2禮拜都係暑假，所以大家都真蠻緊張，所以我用嚟做其他縣市都冇做過嘛，所以等於講公司首創啊，去防疫電視台。
因为咱嚟讲起来吼，咱发现咱讲无唔错呢。因为吼，其实做我哋讲做人家的爸爸妈妈哦，其实都真是都过讲暑假。因为暑假对我哋讲过到做业务的人吼，至少我凡事，伊等无暑假，做业务的无暑假，伊就阿少上班。生意呢有暑假，阿咪那都听见种种战战。好，甲近间哦，因为防疫的关系，因为嗰时就个三级防疫的期间嘛。可能人哋咧嗰度也可能喺碌下上班，嚇，無都冇上班，我都生意都可以平常都可以碌下讀書，但是到暑假時節，哦，你想我窮樣嘅暑假嘛，又冇學校又冇開學嘅，佢生意嘅名義翹喺碌下，又出唔去唔知做乜嘅，佢好彩有啲防疫嘅電視台，佢雖然防疫電視台，也要設計喺咩都程度外定咧，學校嘅設計，安尼有8節課，還是有安尼，伊哋講，比如講最早時做到下晝咯。有呢，市長都個貼心都講，老人家啊吼，6點人都封床，甲可能6點人都無來去啊，因為運通票嘛關起來，學校嘛關起來，啊學校暑假其他防疫期間又冇開乜嘅社團啊，補習班嘛做唔得。關懷據點也沒有開。係冇，所以。無來好去啊，教育咯，教老人家，所以其他市政府都提，可能6點人7點都開始，做到下晝頭嘅6點，5、6點安尼，所以伊都規劃嘅，啊無相同嘅時間，都分無相同嘅人口來看。可是等於如果伊唔單止係運動啊，定係學生嘅呢個，係唔單止。連講啊，定係落下嘅老人家6點人都可以停頓做運動。係。6點人都有運動嘅，個咯11、2點幾都有文化區，現下都做歌仔戲，好演都講天師呢，佢歌仔戲對老人家嚟看，係你演出來，佢好嘅安尼咧吼，佢好回憶啊，所以都真看，後來因為免費期間啊吼，前日咧有半夜咧有恢復係免費吼諮詢咧，結果。都有人抗議呢，講做乜看唔到，因為佢有進步呢啲，佢甚至個到下晝頭，像我哋做嘅節目都下晝頭4點到5點，都做其他上個睇人啥，留到下班，留到線上上班嘛，下班咧，我休息一下，啊，細人佢水當中冇放起來嘛，運動一下都肚臍嘅，都是點心，看乜嘅，看。頭班人講卡通時間啦，吼，咁我哋都冇比較個嚴肅啊，也係學習個多知識性嘅東西，所以我哋下邊啲家都講，嚟講故事本身人嚟聽，啊，睇人嘛可以休息一下，加上我準備做暗傳咧，係。那你講我真係我感覺到講，其實我唔等你設計到其實都聽到我哋規家人咧，伊哋可能講。作息的安排吼，因為好多人講當初看歌戲，哇！其實以前我哋萬歲，人講12點一天係正午新聞嘛，正午新聞係咧，其實他個人都冇得看正午新聞，你等1點嘅時候開始看歌戲。好，可是幾多嘅人講，心量那個2、3、4年期嘅人上來講，我其實有安尼印象。那好多人講我佢像安多嘅節目，我用市政府很用嘅去統籌安尼所有嘅節目嘅安排。其他咯，人哋都用種都講要看取處，所以都無相同嘅節目、無相同嘅人口來看，都無相同嘅規劃。所以頭都講，一睇做運動，所以運動發展局推入來，都大條架個動物先咯，都會來看安尼動物園其他嘛唔得嘛，看動物。啲打哈欠呐，又喺做嘛？佢聲音好重嘅嘛，嗬，佢都有觀光局來，無都做美食秀，不然看，個都愛食飯嚟啊，肚臍又愛食飯，都看歌戲，個下晝頭呢，都聲音咧，嗬休息下都，各種同各種嘅聲音都有，比較人講生活科技也係英文咧，數學嘅學習，佢都教佢硬一些，唔過都等於講，停課不停學啊！段時間喺度有些話補救教學嘅方式。本身呢，我來單元教個唔曉得，我利用防疫電視台可以再複習，也係學習。個4、5點都到我哋合意啲嘅點心時間用嘅都談故事。個安普頭呢，嘛有節目呢，都青年局都會入來做乜嘅啊？18禁。
我要看这个。我都讲啊个题目吼，安尼18禁，可是有一点早了吧，老师？所以12点也都可能有18禁，所以等于讲啊个节目都有重播的时间，会重复，嘿，24点钟也系演。去点选，因为会同步听 YouTube 上演嘛，哈，就可以无相同的时间去点选嘛，看得到无相同的节目。不过去18禁还能7年举州诶，所以嘛，光听啊个节目嘅娘嘅吼，都会个吸引个多人啊，嘿，像。阿明哥哥嘛，伊讲我去看18禁啊。哎呀，一听到看18禁啊。不过也18禁还呢，进出的进。哦，可是迄18岁咱可以研究啥个啦？嘿，都讲青年创业呀，也系青年介绍有无相同的店啊、网美啊，样的几道节目。佢怎样嚟讲法？等于如果米的局处旅游节假为负责的一个单元嘛，哈。嗰种客家语言非法，以负责很用的单元。我哋负责的都讲本介绍。1年生幼年嘛，可以幼年都介绍6年生的内容，都用甲个神奇、甲个轻松，然后去规划嘅7个主题来做啊个讲故事，就上好听，上好听，唔可能讲好咯吼，上好听放故事啊个节目，嘿。嗰时利用嗰种过轻松哈，过自然的方面，尤其是嘛4点的时间，生意人睡午觉那放回来哈，啊是太人家可能真的是我下班以前够放松一些，可能啊准备我的暗藏的时间，嗰时其实都真的都从我的放起来的时间啦，4点到5点，其实其实他讲你都不用过轻松的心情，谈故事嘛，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嘛，反正都过轻松的时段，嗰时其实都客家语言去了负责嘅段时间。所以我哋想爱本生意嘛，我哋都2日重播1摆，我哋嘛希望讲本啊，就可能生意有个神奇，也系个喂其他阿伯要做乜咯？今日讲乜嘅咯？安尼吼，所以我哋都规划嘅7个单元，都有小兵大梦想啊，也系艺术到你家，作家说故事，亲子好时光，还有还有乜嘢？我一下讲不用会说故事游高雄，或还有跟你一起懂之懂，才不会有啊个有7个单元去进行啊个规个节目嘿。嗰時咧防疫嘅時候，其實嗰種市政府想啊幾多方法，比如睇緊人哋防疫時候係碌卡，可以學習幾多嘅東西。下一堂節目呢，我哋會有啲新嘅特別來賓哦，以按到日頭發姐姐一同人講故事哦。休息下，我哋馬上過來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係日頭發姐姐，又到我哋講故事嘅時間咯。今日日頭發姐姐我同大家講乜嘅故事呢？大家同嚟看一下。色槍槍，大家練習嚟講下吧。色槍槍，色槍槍係你乜嘅意思？就係吃光光。唔學會嘛？你學會了嗎？色槍槍。色槍槍第八故事係你講乜嘅呢？而係你一個客家故事哦。第八有講到乜嘅呢？哇！天當個有暗到一類一類嘅白雲，我哋大樹底下有個蘿蔔公哦，大樹伯公啊，春遊金白在啊，突然之間。天當個入一個入人，又吹過一個颱風，用突然間走出一個無相同嘅人客咯，大樹伯公嚇到一下哦，就講，我個人客又很奇怪呢，爺爺面上嘅好美哦，用2粒眼珠體最暗下，屁股用上一提頭拿當光咯，吹又提中間，妙安泰嘅作用。安尼蘿蔔公，係你一個很善良嘅蘿蔔公，應用嚟講咯，
伊就讲，啊个人哈唔比对来来嘅，唔过面上嘅安尼啊。我本人吓到哦，伊都讲啊苗人吓唔对来来咯，唔生个安奇怪，我吓死人咯。不过啊，太叔伯公妹妹来讲，有一句话讲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啊。我突然团听说一下啦，嘿，伯公都对调整也面哦，团屁股放喺條中間。木竹腿空喺地面呢，松片，最攞土腿白嘅地眼嘅呢，屁股下邊。唔過啊，老伯公真看嘛，感覺佢奇怪。啊，個人下嘅嘴哦，安太喏，個啊個太嘴嘅人下會發生乜嘅事情咯？係在養來談嘅呢，你頭髮姐姐講故事哦，係在長來了。我喺古人我哋福起來嘅現場哦，其實頭多我哋看到嘅路係我哋頭多嘅楊祖偉，伊叫做熱頭髮姐姐，喺現場講故事本人聽。我想唱每下祖偉哦，可是你睇當初喺現場嘅時間，唔係按嚟聊係咪？係，就講故事，我都先冇想到嘅故事，啊主要呢都用客家屯話語向下講，因為冇相同嘅人我談到都唔係客家語嘅。哦，因為談唔識，所以我都會客話雙語，從你來講故事。唔過每本故事裡邊，我都會從頭到尾嘅教大家講客家話，教個重要都教人講客家話。所以希望新年嘛看啊道節目以後呢，都會曉得講客家話。但是我想唔會講，因為其實吼，唔係每啲主味就咁即個上去講故事呢，因為其實。真是講故事這件事情吼，唔談嘅時是歸快樂的，但是其實講故事冇咁簡單，聽人真係愛有表情，愛有感情，然後最重要一個，你真係愛講講啊嘅東西。可是我都想講，頭先我哋看睇講故事時，我都想講，啊好彩我哋用做比以前嘅高中，有啲教育現場地方做過，提供讓我同細人嘅讓我去互通，讓我第細人嘅讓我一種表態細人，那我有興趣。哦，因為啊，頭擺我哋好講做高中嘅下，啊都因為講談故事係你每一個人嘅天性啊。我想現場所有嘅觀眾，嗬，也係我哋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嘛，他緊要講好談騙人嘅故事啊，尤其談八卦故事最好嘅嗬。所以我都想講，新年平常上課。我個認真來學習，啊我應該來做一個調劑嘅角色，所以我個好講故事本身人嚟談。頭擺提好講嘅，我都講有一個每禮拜拜年嘅早晨頭，我都會講校長媽咪說故事時間。唔過啊，高中媽咪真年紀時真係真開，冇變咧阿媽阿婆嘅，所以我都講我應該吼，我同新人嚟教個上槍，新人攏講哥哥姐姐，我馬來翕相一下嚟做姐姐，加上咧我按做乜嘅名啊吼，因為我想用出嘅，我都想講日頭啊，日頭其實我本人有向光正向能量，永遠都像陽光，然後向有光的地方前進，所以我都講我愛喊做日頭啊種陽就日頭髮就向日葵，所以我都講我係呢日頭髮姐姐就安尼來，所以我做愛節目嘅人師長嘛又講，唔做個教授應該佢會講故事啊，係講師長佢厲害，我都講啊個講故事係可以，嘿，唔過每日聽係講嘛唔好。所以我都會邀請其他團隊來聽書。因為我哋頭多我哋咧用主筆團嚟說明講，睇下有冇電視台地方客家委員會負責咧有7個單元嘛嗬。剛才提講其實客家委員會一直想幫我哋咧客家文化去推廣出去。咁像我哋睇下7個單元地方，我哋係用樣嘅方法幫我哋客家文化，可能講不用嗰啲地方本客家人啲啊。像比如講有個單元都講，我哋講故事。有高雄吼，安尼，地杯我哋都會介紹繪本地杯都比如講頭東來講食槍槍，我都會地杯介紹我哋客家食物，吼客家小炒啊、煮廠嘅啊，乜嘅吼都透過故事本，新年認識我哋高雄客家種嘅食物嘅特色。
啊，我哋六对天气嘛有嗰度攀法的，吼啊种文化，我哋嘛屯生人介用故事来介绍攀法，还有咯，客家总头最多系你乜嘅啊？八公啊，嘿，信仰都八公，所以总头八公、田头八公、田米八公、水口八公嘛，太叔八公，专门都八公，所以我哋嘛透过啊个故事。不讲你好神来介绍八公文，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来，还有我哋嘅观众来认识，但如果我真的是可以想象到讲，你要不要用绘本当成一个主题的一个方法，然后带入我哋客家文化。如果想到讲，你看4点的时间，佢度弄水木水风来嘅声音，嘴巴包都可能睇嘅，然后谈到真的是让人送外嘛好啦，送鬼有精神嘛好啦，你睇谈故事，然后真的是从谈故事底配，一路慢慢的接触到我哋客家文化。系啊，嘿，所以我认为吼，讲故事本身人嚟谈，系呢几好嘅人讲嘅，不以增加知性跟感性啊种能力，还有开启他的想象力。嘿，因为比方了，跟到人啱啱啊，比如讲哦，用一教条式啊，一讲一个讲吼，嗰种东西，尤其对细细嘢来讲，佢心点每次错唔起，系啊，系啊，一次错唔起。但是你讲起谈故事哦。你可以其实可以谈故事哦，爸爸妈妈都可以去准备可以煮晚餐的东西，你不知道可以炒嘢。系啊，所以我哋都讲，其他我哋按节目嘅名称嘅嘛，有讲迄咪讲按一个爸妈乐，爸妈乐都爸爸妈妈过欢喜嘅时间。因为这是生意最甜的时间。伊可以休息下嘛，可以准备安全安尼嘿。咁所以防疫电视台以他们做到哪久啊？我哋几个暑假都7月1号。7月1号马上上线，马上上线哦！头都讲6月18，我哋接到安尼呢啊个指令以后，我哋都绞尽脑汁看到样，所以我哋都讲，我请嗰度作家也喺团队来同人哋听书，我有时间嘛，我敲对方的时间嘛吼，我拄好都防疫之下，我当年冇去上班啊，所以甲我好抢啊，开始咯，突我来先上线。我就先主打，所以我都会化身一头发这我来同大家讲故事，我让穿插其他团队来听书讲故事。那从我哋准备的时间其实冇几长嘅，冇几长嘿，差不多唔到2礼拜哦。你讲到6月18号收到指令嘛，7月1号马上要上线啊。我哋还提早前2-3日，我先试播。我本我哋呢，司长、副司长看啊，有合格冇安尼。那种嘅入去电视台嘅话，伊平常录制节目嘅地方在哪咯？因为嗰时间，其实嗰时间讲5月19号开始3级警戒以后，其实6月18号唔要抢人去，冇办法，因为嗰时室内嘛唔可以超过5个人啊。系啊，所以个辛苦吼。係啊，所以我哋今下都問講，家我嚟做我哋呢攝影棚，今下文化局師傅師長都過聽書，都講家提我哋呢市立圖書館而嚟打造一個攝影棚吼。過後來咯，我哋都愛搶。人講愛走標去下吼，安尼都有提講，龍華國小有個太能量，啊以後講有一個綠幕的攝影棚，所以安尼都對合作，都出接你去，啊你去嘅咯都有民宿嘅限制吼，所以每個人我帶最暗嘅，所以咯，佢下個辛苦，留到團體安尼我對講，做唔得差唔多2個人、3個人，做唔得超過5個人安尼。因为其實嗰時節吼，唔單止講工作，其實他講你都唔係講用嘅工作，聽你講，其實你很易安然的去，除非這個視察呗，因為其實嗰時他講你冇唔同講坐火車啦，坐高鐵，其實嗰時冇唔講，嗰個有搶人嘅部分，其實有遇到過困難的事情。因為佢下吼防疫期間，其實嗰多年冇上班，冇都提碌卡線上上班嘛，吼啊。後擺我哋約伊咯，有提線上去上課，也去上班。後擺咯約個伊咯，也時間做唔得，要去同另外人調整，也係幾年我哋講嘅時間又做唔得，所以吼，我哋團隊幾辛苦，所以我哋做乜？做 UB 嘅啊，迄種大家個地方冇人，我哋去貼機嘅地方，個地方去重疊啊，吼，我哋捱嘅時間兩倍嘢安尼。
突然的调整。可是我的你头发这迄我的个紧急救援大队。系啊，规个还咧救火人员。伊的疫情打乱了几多人的行程，但是伊的疫情嘛，不用几多人团结好来。休息下哦，等下我哋埋嗰度个精彩故事哦。翻过来，福起来嘅，上个节目我们高雄市政府下个委员会杨主委同我们讲，我们高雄好家在防疫电视台直播嘅上爱听放故事一片吼，很用嘅去准备嘅节目嘅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其实像我哋做节目嘅年底啊，其实翕係一回事呢，後置係一回事呢。按下時間要按變，要簽嘢要簽到，因為其實睇緊防疫嘅時間。依我嚟講啦，我如果要心去囤做，我唔敢出門啊，係冇？我唔敢去，唔敢粗茶嘅，唔敢去講嘢。嗰時簽言類回事，後置嘅事情其實冇咁簡單呢。嘿，真是，吼，你真是係咧行家呢，吼。我哋家我做表叫簽團隊都幾辛苦，後來都先在一個台南來嘅，吼一個後生嘅團隊，因為也嘛個防疫期間也嘛冇乜嘅收入。後來可能個遊戲嘛，個有創意，都絕標，他家評分都演優勝吼。個演來嘅下，頭都講簽名啊，吼聽時間個困難，還有嘅呢，我講故事嘅，文化局同人提醒哦，有版權嘅問題哦，迄種用到便宜咧，好會版權費，吼我哋做一個節目，兩禮拜都會做出來，我哋那有按到時間，要談，要做乜嘅，所以我哋都。上另外一個方法，不過文化局都提醒人講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有出旗下本書，你嘛可以看到教育局有出冇，有人都想，我做高中嘅我要推兩4年嚟出嚟旗下本，繪本嘛幾好啊，像你看頭先咧，楊妹妹一家人佢都0206大地震以後來做嘅故事書哦，而同防震觀念帶入去我哋咧繪本底背。還有呢，我哋介紹幾個美濃嘅永安老街故事，我哋嚟永安橋。還有呢，我哋嘛出版一個高雄 Smile 吼美濃時代哦，個都生意呢花美濃啊，唔看啊，聽我哋呢廟堂啊，還有蘇家嘅黃蝶記嘛，嚟穿水橋吼，我細時呢10萬兩阿條，唔看講阿條啊吼。好，我哋呢產業嘅資產，還有呢開基北宮、開中北宮，用阿條故事，細年嘅本身嚟創作嘅，我哋都冇版權嘅問題，吼，同好講可以我哋用，個呢阿條繪本故事都會變咧，我哋呢個好嘅題材，從我頭都講，同我哋合意俾出咧，號碼唔會有版權嘅問題，吼。後來呢，還有一個乜嘅後置啊。佢後置，唔看我哋講客話，後邊又講粵語，後邊講客話，偷來偷去，有到嘅人睇唔識，所以沿途會上字幕。啲上字幕嘅團隊又唔係客家人，所以我嘅秘書啊，我嘅團隊最辛苦，我嘅秘書後邊。主委講佢軟吱吱時，我用寫粵語咯，軟吱吱，軟吱吱，又唔知安尼呢，觀眾朋友看係什麼吼，所以咯都幾辛苦，後邊為了上字幕，播出啊，偷鴨毛水木呢，幾辛苦，真是幾辛苦。因為做節目真是，我哋感覺到講，其實觀眾朋友看到我哋前面講立亂用嘅吼，其實嗰種幾講哦，他個人都準備幾好。但是其實前面的準備工作，聯絡人、後置工作其實係最難嘅。啊，幾多東西全部睇人看唔到，等看到時，你哋講呢，啊，等你頭髮這嘅講法，然後下邊有字幕，但是唔係吼，有時嗰種啊，等你頭髮這講嘅客話哦，係嗰種鬼到底嘅嗰種過客話。啲師傅答唔到出來。係啊，從外邊講，阿咪哦，快睇嘢，快睇嘢，家我用為大腦去快睇，我用大腦。但是又唔會講啊，圈圈叉叉，然後啊，可是你一定要把佢發，要完全用我哋嘅法語全部打出來。嗰個其實後置嘅部分應該嘛花幾多時間？花10萬多時間，所以我啲團隊哦，尤其我啲秘書哦。
吼，那边无水木呢，头也大呢，嘿，就为了讲今年会播出，所以个辛苦，还有后边配乐啊，我牵及到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俺呢。我们创作的童谣啊，还有青少年专辑底部音乐都可以拿出来用，所以哈维 B B 要做的节目真是囤所有的资源啊，免得多好彩头摆你看哈维 B 做的安多出版品。我都讲一件事情，好彩真是前人做的安多的事情。比如我们今啊用的植材的时候啊。那套安多的时间，还可以拿到安多的飞本，然后所有版权又可以讲的道理，你讲，你等于你个听下人的书房，你唔是安多时间又听人谈版权、谈音乐版权，哦，这真的真麻烦。所以我要同观众朋友讲吼，要多支持我们客家点么？客家比其实做的咱们多事情，嘿，但是你看某一个人的疫情，就是我发现到讲哦，以前可能做很多事情，特别疫情的时间，特别安假马上要上线的时间。全部发比工呢？系呀，真是爱都平常人讲，头都阿明哥哥讲的吼，前人种树，后辈人来系乘凉。咁你看，做人发安多精神，我发，我从头做头嚟讲，哦，你头发这讲故事安好听，他看你看係好反应很用嘅。头都有讲嘛吼，我哋都每2日重播100，下晝到4點到5點，因為我哋有宣傳嘛吼，尤其好講馬地。後來呢，有呢啲嘅節目都冇呀，有到4點多，從馬4點，有冇向日葵姐姐又唔驚嘅人咯，有冇講故事嘅咯？你的草食，就會打天花雷門咯，會打天花雷門。個係記得有一個好高中同我分享過，有日我打開電視本4年嘅看幾下呀，吼，都到看到我本人資訊，嘿，都講今邊迄個無講故事變咧資訊咧，所以佢神奇啊！今聊到嗰個馬海豚，因為有 YouTuber 嘛，吼，就可以點選做早晨頭晨光時間，也喺當主頭18番、20番嘅時間，而等待佢打翻出去啊，講故事表演看的一個節目，所以我哋聽起來嘛。感覺佢欣慰啦，嘿。因為等於講，其實是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希望講學生人可以停課不停學。但是冇想到，後來嘅影響其實安泰，因為你其實做好來節目，表現我哋呢網絡上面嘅時間，他講你乜個時間看都可以，好，他講你按樣用嘛可以，好，你像頭頭我哋呢主筆講嘅呀，我唔錯，今日開始有去學校上課嘅。哦，但是還是會有嗰種空堂的時間，因為我哋都欣賞，都點開來本，睇下人看啊。等於對欣賞來講，也嘛係一啲人哋講客家文化教育，對於來講嘅話，亦嘛可以個輕鬆些。係啊，所以有到高中還會貼YouTube 看到人哋講故事，回饋本來講，也攏標本聲音來看，同欣賞講阿個頻道也係講阿個 YouTube 點。上好聽放故事嘅節目都可以尋到人哋呢故事。唔係觀眾朋友，我問講，請問一下吼，下一季嘛是開始啊？我哋嘛夠想做呢，我哋因為馬上暑假呢，停課不停學，老師、校長、主委、校長停課不停學，馬上就要寒假就要到了，寒假吼，我哋嘛希望講，迄度我講，翻譯唔會差，我哋嘛希望講見呢邊呢，我哋呢。客家從常態節目，我哋嘛唔會查，除非都刻畫雙語來教，我哋透過講故事同客家文化、客家產業、客家傳統嘅習俗來本作為觀眾來聽，嘛係個好一個事情。係啊，因為吼，其實雖然講我哋而家有客家電視台，我哋有講廣播電台，但是其實接觸嘅群眾冇共樣嘛，咁嘛吼，有啲種客家電視台有時做水嘅時間，都學生喺度上課啊，好，但係講下廣播電台，其實有啲學生咧，可能冇辦法一下就接觸到按多客話，冇得講按完整嘅客話，但是佢可能慢慢地，我哋講循序漸進，伊可能，嗰時其實我頭先講，用客家話講繪本。如果要按到客家文化，其實如果談唔係客話嘅人，其實有時人講繪本，其實重點唔係講談嘅事，重點你感覺到你接觸到嘅故事內容嘅時間，有繪本嘅內容嘛都談實的，可是慢慢地談，客話要按講，要按慢，好，同時要按神奇，好，其實對於講，你會慢慢地去接觸到客家文化，等於真係嗰談嘅時，可能客家電視台。
这过堂车也是，然后堂下人呢，讲下讲冇听到，可是其实迄一团一团一团一堆改团的一个故事。是啊，可能客家天师头来规帮安尼来合作一下么？哎呀，可是合作一个来儿童的系谈故事的节目。我是意味吼，嗰种我哋咧用猪味吼，等你头发这吼，这个当 YouTube 个夹的。譬如呀，传播效果过大哦。哎呀，YouTube 都这个做咧，譬如讲跟其他嗰度 YouTube，其他都这个都开喺都做一咧，刚刚你讲录音室，什么吼，伊都可以这个录个呀，都可以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甲安尼透过故事，甲佢强送的方式，啊，本所有的人来看呢，因为谈故事、看故事，啊，伫我哋客家文化啊，因为爱传播力过强，啊，我会继续来说嘛。加油！嗰个节目都最慢啦吼，像我请问一下讲，像也咱们方我哋提供嘅迄114年迄6对300年嘛吼，咁也咱们客家委员啲有冇个发通？真是防疫期间，好多事情都冇办法做嘛，哈。2021其实都114年还能6对300年，所以盼你6对运动费啊，个喏，我哋客委员都继续有盼你疫情加佢舒缓以后，我哋要做嘛呀？像有做浪漫，我哋讲嘅浪漫文学路啦，吼，啊，佢系你嘛嘅6对300年嘅立山文学系列活动，共我哋同钟理和父子致敬的一个发通，所以报名一上去秒杀呢，100对100个人都冲过一下冲枪枪吼，个呢还有我哋嘛做6对300年，其实6对客人团演出面是系呢一个人讲原课本是一家，所以我们嘛有做诶原课多元族群的音乐专辑，嘛有做发表会，回响嘛唔会差。其实疫情可能会困住我哋的人吼，但是疫情困唔住嘅係我哋嘅熱情，尤其係我今日看到我哋楊祖偉，伊對講故事嘅時候，你講伊對也要土地客家文化有幾多嘅熱情。今日我感謝楊祖偉嚟到現場同我分享一段嘢故事。謝謝阿明哥哥，嘛感謝所有嘅觀眾朋友今日來收看我哋嘅節目，下一陣希望再來談下講故事哦。